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南韩温室怪的解严风波。南韩国会将发动第2届单核表决，最后是以204票赞成，85票反对来通过。总统职务会交予总理韩德洙来接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南韩展现出民主精神，美国已经准备好势来甲南韩总理韩德洙来合作。 총 투표수 300표 중 가 204표。 韩国国会第2遍表决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确定通过，场外抗议的民众欢喜庆祝。 너무 기분이 좋고 눈물이 납니다. 执政党议员有超过10个人反映投赞成票，终止尹锡悦所有总统的职权。尹锡悦也是发表全国谈话。 저는 결코 포기하지 않겠습니다. 저를 향한 질책, 격려와 성원을 모두 마음에 품고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가를 위해 최선을 다하겠습니다. 尹锡悦伊就任了是采取亲美国甲日本的外交甲国防政策，不过伫这边戒严的代志造成伊下台，美韩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变化。Look,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s demonstrated its democratic resilienc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南韩展现出民主的韧性。美国已经传好甲接待总统职务的韩国总理韩德洙合作。 지금 무엇보다 중요한 것은 국정에 있어서 한 치의 공백도 있어서는 안 된다는 것입니다. 国会弹劾通过了，一个第2关，要由宪法裁判所审理。根据规定，宪法裁判所到违法官至少要有7个人以上参加表决，6个人以上赞成，才当正式罢免。 집권여당의 대표로서 국민과 함께 잘못을 바로잡고 헌법과 민주주의를 지키겠다는 말씀을 드립니다. 엄정한 책임, 윤석열에 대한 파면 처분이 가장 빠른 시간 내에 이루어질 수 있도록 우리가 대한에서 함께 싸워야 하지 않습니까? 伫这么宪法裁判所有3位法官任期届满，有工课，所以调野就要协商提名出新的人选，和代理总统职权的韩国总理任命，才当决定尹锡悦名分。估计上紧明年3月，上外可能要拖到明年5月才有结果。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冷气团到规件透早就是上冷的时阵，上低温是出现伫咧南投中寮，干那7度9。气象署表示，虽然明仔载这冷气团会减弱，不过煞来这东北风又搁增强，一直落冷甲拜5。 一只玉山气象站和云雾搭调的，明显当看到树顶已经盖白白一层，出现霜个有雾凇。大陆冷气团礼拜六南下，和部分地区急冻。不过，关山地区虽然温度有够低，但水汽较无够。气象署表示，要看后礼拜一敢有落雪机会。那降雪的话，就还是要碰一点点运气。 主要降雪机会都还是以礼拜一这段时间，可能礼拜天入夜到礼拜一清晨，然后中西半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一点点降雪的机会。雾凇的这个情形可能有机会啊，那落雪这个看起来水汽感觉无啥够。气温会搁下探，估计礼拜六日暝到礼拜日的透早会上寒。北部可能在这一波冷气团最低的温度会是在11度到14度左右，空旷地区可能也会有再低个1到2度，其他地方早晚的温度大约是在13到12度到15度左右。苗栗以北较空僻的所在吼，这个温度可能差不多7度到9度左右。咱若讲台北市台北站来讲吼，咱的这个温度可能12到13度啦。气象署指出，后礼拜一日时开始，冷气团会减弱，不过温度的回升有限。接下来东北季风又搁增强，会一路影响到礼拜5。记者林正梅、彭俊怀台北报道。 再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和麻省理工学院头一届针对台海战争用到核武的状况进行大规模的推演。推演15届，美军敢若有5届打败中国。再来是《自由时报》，中华部10月底伫咧台东展出咱台湾第一粒高空通信气球。 是用氢做燃料电池，有法度克服各种的地形，用伫天灾战争的紧急时刻，确保
区域网络卖场站。最后是联合报。偏方医疗过去捌有药师为着要送药啊，所发生跋落水沟死亡的不幸。卫生部讨论未来要用无人机来送药啊，规划分3阶段来进行，希望伫咧1年半以内会当推动就路。继续来看屏东的后壁湖游船码头，早暗7点多是发生火灾，差一了就烧到附近的徛街，加在消防有及时赶到来甲火拍花。来看后壁湖的码头，因为边仔就是一大片草地啊，火烧起来了后，这拖了真紧。相对接着通报随赶到现场来拍火，过1点多钟了后就拍花，加在是无任何伤亡，详细导火原因搁爱调查。继续来看阿里山铁路，拜六早起一台火车经过第一观景台时阵，启动着一个从日铁基路来翕相的游客，规班车是慢分将近1点钟。阿里山铁路表示，这游客违规伫咧铁基路顶翕相，涉嫌违反着铁路法，会甲罚钱。拜六早起，一台对家己开往阿里山的电击列车驶伫铁基路顶面，列车长却是一直骑喇叭来警示，因为边有未少翕相游客。经过25公里、330公尺所在，第一观景台附近弄到一个走入去铁基路内底旅游客，发现有违规民众进入轨道区，经列车鸣笛示警，仍与一名拍照游客发生擦撞，造成民众左脚受伤。列车当时赶紧动车，不过也是闪无过，有甲弄到57岁旅游客倒脚受伤。当时法令官卫生局长朱家雄也伫列车顶面协助甲扛水包起来指挥。有一名女性患者，年约57岁，不慎遭小火车擦撞，造成肢体外伤，意识清楚。到场前已有善心人士替患者包扎固定。旅游客人清醒是倒脚受伤，列车退到中老寮车站，由救护车送病院，造成列车延误大约60分钟，62名乘客受影响。林铁甲分驻处初步调查是游客违规走入去铁基路内底翕相，互列车第30个车厢边仔去弄到，涉嫌违反铁路法，而且警政单位罚1万到5万的罚款。游客他要退的时候，其实他后面还是有一些石头的风险在旁边呐，那其实他就很容易错失一些躲避的一些条件呐。专家建议林铁伫观景台甲周边来加强警示标志，也使伫车票顶面来提醒，要注意铁路安全，也是规划其他代替路线，引导游客离开铁基路的所在。也认为游客若是口风袂听，也使考虑增加罚则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受民众指控讲，伊行伫咧五权西路人行道，所扣一间停车场出入口放来闸去讲着头。这业者是表示，车道是拢有用黄色的交通管来引导，不过民众是认为做了无够明显。车出入停车场甲应酬的烂早自动升降。台中一位林小姐指控讲，顶个月抱后生行伫南屯区五权西路地段的人行道，经过停车场出入口的时，好降落来烂早，讲到倒边的下头，当场是火流甲擦擦滴，天落尖。伊批评事后想要联络业者看监视器互记住，只好上网求助，并且伫13报警提告。我看车子就是直接开过去，然后我的视线就是跟着车子这样过去之后，我就接着往前走，然后接着我感觉到就是很痛，因为我就是被砸到了这样。我们本来就围了，那个地方不是人走的地方，我们都有请保险公司处理了。业者表示，停车场出入口原地就设黄色、灰褐色的导管来警示，事发了后，伫导管加绑封锁线，也伫烂早的顶面垫塑胶布来封弄。后续已经交予保险公司联络甲处理。有法界的人认为讲，行人不应该经过车道，业者已经有警示的设施，真歹归属责任。停车场通道两旁设有安全防撞杆，在这种情况之下，行人通行现场并不会跨过黄色防撞杆而进入车道。住在人行道上是好像，它是不是已经侵犯到大家的公共空间的地方？台中市交通局是强调讲，停车场外近公有的人行道，毋过有按照规定退缩来做行人的空间，民众应该行伫公有的人行道顶面。监视器是牵连着个资，敢若当提供警方调查使用。毋过其他的民众是认为讲，五权西路人行道真宽，平常时咧行真歹发现进入车道，公用空间的认定应该有搁较明确的标示。记者综合报道。
双城论坛12月17要伫咧台北举办，上海这边的代表已经陆续到位。针对这届上海台湾主任等人，这陆委会审无过未当来事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批评讲，已经伤害到两岸信心。一行人对上山机场入境大厅行出来，双城论坛的上海第二批先遣团总共16人，14到台湾。后一批先遣团包含上海市台办副主任李晓东是13就先到台北，伊讲先去公主博爱园区，14下晡才阁到台北大巨蛋参访。车道附近拢有真侪警察，白色的大车随后开起来。先遣团是对地下室上车离开大巨蛋。因为甲李晓东较早就熟悉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前一暗就先设宴会来欢迎。台湾的菜色还喜欢吗，副主任？谢。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一道菜？小心，都非常好。这摆上海团来台湾名单，陆委会审批了后，上海市台办主任金梅甲对华媒体记者团无都来台湾。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是上海两岸互信，央国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是对台北市府发话，爱就由双城论坛表达保障台湾人民到对华人身安全的心声。民进党跟陆委会制造了这么多的这些小动作，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阻碍两岸的交流，绝对是伤害两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互信。台北市政府也能够就这个交流的平台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也为这些自由受到强害的一贯道的台湾人士，应当向中国来抗议。上海市副市长华元16个率组团到台湾，警方迎接有来欢迎的、有来抗议的情报资料，会维持意见表达区，和双方各自来表达。不过最近台北市长蒋万安尤其闪到16款台上海团的宴会是毋是法度出席？副市长林奕华讲，主要是按照原来安排。因来双城论坛17日台北来举行，结束了后，上海团会伫当天的暗时离开台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证实有3个台湾的一贯道发生伫广东放掠起来，还机会予台北市长周万安爱趁双城论坛提起这件代志。不过副市长林奕华是回应讲，办双城论坛是为着要交流，颠倒是海基会爱去瞧才是。一贯道主要宣扬中华传统文化，传到全世界真侪国家，对中国也有信众。不过最近传出3名台湾一贯道的道亲伫中国轰掠，今年2个月，中国国台办13证实3个人是涉嫌犯组织利用会道门破坏法律，实施罪轰掠。国人都应该认清楚，在中共体制下，宗教只是统战或统治的工具，根本没有宗教自由这回事。到大陆去，一定要小心自身的安全。这2年就是呼吁大家避开前往大陆发展。陆委会呼吁对方赶紧把人放倒来台湾。其实去年底就捌发生过一贯道的信众入境中国，互指控掠旅游做名，散布并且发展一贯道的组织，互中国扣留精神真济天。因为这届中国证实的时间点，拄好伫双城论坛前，海基会呼吁台北市长蒋万安会当伫双城论坛期间，甲中国讲到这件代志。期待海基会应该赶快扮演他应该要有的角色哦，赶快去跟对岸去做相关的沟通。那大家都知道，双城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市政平台。在难得的这种对话沟通的管道当中，我们应该不管是台北市政府，或者是不管相关政府单位，应该适时的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台湾民众附中的这种安全保障的要求。学者认为讲，海基会进行着主动要求中国说明3个人轰掠的状况，国台办选伫这个时间点回应，可能甲双城论坛无关系，颠倒显示中国唔愿意两岸交流，搁加添障碍。不过也提醒国人去中国要注意相关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日头花学运到今已经满10天啊，有一阵青鸟世代少年人有收藏迄当时参加学运的人所用到的物件，来办一场展览，希望大家莫忘记台湾走向民主的每一个阶段。这箱市内衬托啊，看起来真普通，却互人藏伫咧玻璃柜仔内底。详细看报纸的内容，伫2014年3月10日，日头花学运冲入去立法院迄天，就是靠这箱衬托啊，掺一台 iPad， 伫媒体还未到位之前，就先伫第一时间，甲立法院的状况以直播的方式放送，互全国的人民知影。
在第一时间让异常的状况直播出去的这双拖鞋，那这样的一个拖鞋，它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就是身体感，或是去感受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场展览号做318运动10年回顾，是一群唔捌参与过日头花学运的学生，伫大汉了后接受到青鸟行动，开始对民主自由国家认同有真深的想法，慢慢了解，才发现讲原来10年前嘛有一群大学生为着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反对立法院乌收作业，强力去立法院抗争，为着要让青鸟世代了解这段历史，因才会举办这场展览。到318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危机感很强烈，可是身为一个经历过野百合的人，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无望了。恰好就是台湾已经民主化20几年，好像我们遗忘了曾经的威权统治有多么的可怕。裴玲玉家己经历过亚庇学学运，10年前嘛见证过日头花学运，伊嘛真认同这群青鸟世代学生用展览来提起大家，不管是伫咧倒一个世代，拢爱时时刻刻守护台湾的民主。记者陈阿双、柯秉哲台北报道。嘉义大南的国小甲高中用爆米香做主题，邀请家己种米来爆米香的农民，用学生来介绍台湾在地米，了解米可会当来做啥物。农民摕稻啊，向学生囡仔来解说为切啊到白米的过程，让学生了解糙米甲白米之间的无同甲运用。家己运动会推广食农教育，邀请青农来学校讲米的知识，嘛用爆米香的方式，让囡仔来体验什么是米食加工。爆米香这个会使讲拢足少的啊，这是古早米吼，所以因这个食农教育吼，只有这个机会，互因看到这个爆米香的过程，嘛是真好的。所以囡仔嘛拢感觉足趣味的，嘿。小改米香的材料较功夫，解说较早农业社会米香的故事。老师讲，爆米香是较早农业社会的食米，即马咱用食农教育方式来传承，有声音以外，佫有芳气，互囡仔哪食哪学，佫较有记忆。较早咱的小朋友可能讲会使食着尔，但是无法度看到规个过程，会使佫较了解到即个文化，然后会使知影讲哦，咱的米其实是足珍贵的，会使变做足济咱生活当中的美食。学着安怎种稻仔的方法，佮食着好食的米香，佮听着迄声蹦的迄声真趣味。学校表示，爆米香的过程对即卖学生囡仔来讲是一项真特别的体验。透过这个机会，嘛，互国小甲高中的学生对美食的加工甲文化有新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新竹动物园今年88岁啊，特别招大人囡仔来替动物园做设计。除了设计会当互动物耍的佚佗物啊，嘛邀请动保团队来推广保育知识。用纸板、锁啊各种的材料。替动物设计佚佗物仔，过程中若需要动头壳，佮爱大人甲囡仔合作完成。来参加活动的民众感觉新鲜，够有教育意义。像这一次的话，是它的动物行为化，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去了解说，其实动物它不是像就是我们看到在动物园，它只是在那个笼子里面这样子，然后它其实需要一些玩具去启发一些它原本的个性的一面的，可以让小朋友去知道每个动物的习性跟特性，然后可以去针对他们的习性跟特性啊，然后喜好去设计动物们的游具，我觉得很有意义。新竹市立动物园庆祝88岁生日，拜六特别举办亲子创意比赛，招大家做伙利用适合工具来帮动物园内面的动物打造属于因的佚佗物仔。来丰富动物的生活环境。为动物做玩具，其实我们保育员都会先仔细检查过，做的玩具到底有没有符合安全性，然后还有没有符合动物的习性。那做这个玩具主要是让动物能够比较不会那么无聊，然后在展场的时候又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玩，体验不一样的东西，让它的行为比较自然，那对动物的身心都会有帮助。园方除了特别传鸡卵糕来庆祝生日，另外也邀请保育团体伫现场推广生态保育观念，让新竹动物园度过一个有意义的88岁生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未来食咖啡恐惊会愈来愈贵，咖啡豆仔产地包括巴西甲越南，因为最近的天气无稳定，产量减少，价格嘛升悬。亲像阿拉比卡咖啡豆仔今年就起8成，是47年以来起上贵的。
热带中海部地区因为济雨湿度悬，加较凉的天气，适合种咖啡树。全球上受欢迎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主要生产国伫巴西甲越南。不过，这两个产地伫几个月之前遭受严重酷热、大水雨这真歹气候影响收成。亲像巴西产量就落10.5%，印尼咖啡豆啊产量也减少10%。切参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伫国际市场交易价上，称到每磅差不多450克的豆啊，要3.44美金，合大票112块，打破1977年创下每磅3.35美金的特殊纪录。迄一年巴西大势摧毁咖啡树啊，总共伫过去这一年，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交易价上已经去8成以上。Con todo lo de las noticias, que ha subido el café, pues ha habido mucho incremento pues de trabajo, de todo. Hay buenos recolectores, hay unos que se hacen en el día 200 kilos, cogen y pues todo ha ido pues como incrementando muy bien. Y el actual precio del café siempre nos favorece harto las ganancias, siempre se ve la plática así. 除了产量减少，需求量提悬也是计小企的原因之一。亲像中国的咖啡消费伫过去10年增加超过1倍。越南咖啡目前表示，目前市面上咖啡饮品价格也无起价，因为行头的生理人打算家己吸收。亲像这种情形未维持伤过久，真侪品牌咧考虑明年要起价。亲像意大利咖啡品牌 Lavazza 就准备明年中进行有关介绍，却朝伫起价时阵包装寸少会变细。另外，星巴克也被起价，因为咖啡伫因最后的消费介绍当中占比只有1.4%，目前还阁有承担原料起价空间。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那讲到土耳其是全世界生产茶米第5大的国家，东北部就是因上大的产区。不过，这块地方拢伫咧山区，交通无方便，农民为着省时间，拢是坐流浪。不过，因为无安全的防护，14年来就18人死死。Olan benim nazar. Yükseklik korkusu olmayacak. Sonra bu şey yani inirken yere bakmayacaksın, karşıya bakacaksın. 厝住伫李德胜有名地乡高龄90岁的卡罗斯曼先生，每一摆出入家门，拢像咧算命同款，爬即个摇摇海海简单的茶房车，伫离地面20-30公尺悬的光速吊面，以出行方式，通过300公尺悬真惊的山坎。李德基海工联协会的统计，讲规个乌海山区有我15000台，这类民众家己搭建简单型的高空缆车。2008年到2021年之间，有几百人跌落山坎受伤，阁不幸有18人死亡。去年7月，也传出有一名25岁查某人，伫台湾地米的高空出版车发生放电死的危险的代志。1975'ten beri bu teller var buralara. Eski artık, bunlar eskici artık. Mesela yürüyüş yolu bile yok. Aşağı yukarı insanlar 1 saat yürüyor, 1000 saat dağa çıkmak için 1 saat yürüyor. İniyor, dereye iniyor, dereden yukarı 1 saat yürüyor. En az 1 saat abi dağlara çıkmak için 1 saat yürüyor. Yol olsa arabasından... 李德胜的土壤真肥，加上乌海所带来东湿气候，或者加做有名的山地区。统县区有2/3的茶米拢产自这片山区，大概7成的居民拢从事甲茶米有关系的工作。大片分布伫真惊山坎之间的地方，欠妥善的道路规划，必须民众出入运送茶米，拢爱靠一寡危险的数座缆车。Çok fazla. Bunda insan binemez. Ama uzak olduğu için o düşen şeyler var ya 800 metre tel uzunluğu 800 metreden tele binmek zorunda kalıyorlar çünkü oraya gitse 1,5 saate yayan gidecek. 1,5 saat gittiğin zaman yayan dağdan yukarı orada sen çalışamıyorsun. Mecburen yoruluyorsun. Ne yapıyor? Teleferikten 15 dakikaya gidiyor oraya. Başlıyor çay toplamaya. 90岁高龄的卡洛斯曼先生访问到，为着安全，安怎无要搬离这个位伫山坎的厝？伊笑咧讲，为家己厝的窗仔会当远远看到雨势坎着的本定山顶，伊唔甘这个美景。公司新闻黄慧文编译。下晡报天气车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到16度。
中部地区11度到20度，南部地区11度到23度，东部地区13度到22度，外岛地区9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这则的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刚，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